今日咧落暴雨，都同大家拍攝一間非常之筍盤嘅單位。依家維港灣最平嘅呢間總價只需要298000，單價係3700蚊，80方嘅一個大兩房。朝西向嘅，望翻呢邊嘅一個小區園林景觀啦。不過爭啲嘅地方係望唔到海景。確實嚟講，呢間單位點解會咁平呢？跟住我嘅鏡頭一睇到底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十里銀燈燈啦。依家咧嚟到維港灣嘅一個29座嘅咁我哋呢個樓層咧係屬於一個5樓嘅單位望到隔離30座啦同埋今日都係落雨天咁我哋落雨天揀咗一間單位咧，當然啦係冇海景嘅不過呢間單位確實嚟講非常之平，總價係298000都係一個相當於3梯8伙嘅一個聯誼戶型嘅一個位置嘅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80方嘅一個大兩房，其實空間非常之開闊嘅咁我哋入戶開始可以睇得到開發商呢邊嘅一個交標，相當業主其實都係全新吉屋未過嚟住啦咁呢邊係3合1嘅一個密碼鎖，同埋呢邊維港灣嘅一個門做得非常之結實，質素係非常之好嘅後期我哋再擺一個可視對講機到物業中心嗰邊搞啦同埋全屋嘅一個電掣箱都開關寫得清清楚楚嘅。咁呢邊嘅一個廚房嘅話，通埋呢個燃氣，不過依家因為業主未過嚟住啦後期係需要自己再搞啦。相當於呢邊係可以擺一個雪櫃嘅位置啦同埋啦可以擺啲微波爐焗爐嘅位置抽油煙機嘅一個位置啦咁再睇翻就係呢邊嘅一個雙鮮盤嘅一個洗手盤，其實做得都係比較新啲嘅咁呢間單位嘅一個開間都有一個3米6嘅一個開間，相當於呢邊可以擺一個一排嘅呢邊嘅一個早櫃啦，同埋嘅餐台嘅位置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 view呢間單位單價3700蚊，我覺得最靚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露台啦，佢係比較闊啲嘅，相當於都有12個平方嘅一個大露台，望翻呢個景觀。當然呢個景觀冇咩景觀啦樓下咧睇到高爾夫球車，非常之多業主買咗再泊車嘅位置咁點解佢哋會揸車上嚟？因為其實確實依家20幾座29座呢個位置，我哋頭先開車上嚟都已經開咗4-5分鐘，確實嚟講比較遠啲同埋咧朝西向嘅呢個景觀西向嘅一個位置主要嚟講冇咩海景，不過呢個露台確實可以封窗做一個房間都 OK 嘅咁我哋再睇翻呢個兩房單位兩房單位睇細臥室呢邊嘅話相當於其實空間比較細啲啦可以擺一個1.2米嘅床，或者係麻雀房都 OK 嘅咁帶埋呢個窗戶都係望得到，都一樣嘅一個小區嘅一個景觀啦咁我哋睇翻洗手間呢邊係做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佈局嘅沖涼嘅位置麻麻地啦都 OK 嘅咁呢邊嘅一個馬桶嚟講係智能馬桶，相當於其實到咗維港灣依家5期十里銀灘嘅一個交標質素係比較高啲嘅咁呢個主人房嚟講嘅話，佢係連通埋呢邊嘅一個露台嘅相當於都有單獨嘅一個露台位置啦可以擺一個1.8米嘅床。我個人覺得如果係在十里銀灘，無論你租房或者係買樓，其實我覺得5期呢邊最靚嘅地方咧，就係你可以從入戶開始感覺得到呢邊嘅質素嘅一個變化，
當然啦，3期、2期、1期其實最開始早期佢係用嘅一個木地板，咁依家嚟講佢嘅瓷磚係嘅質素做得相當啲靚嘅，包括在洗手間呢邊都係全屋嘅一個瓷磚到頂嘅同埋呢個門。其實唔使擔心話會打颱風會唔會話好大風，因為前幾日我哋有個颱風紅霞啊嘛。咁其實呢道門非常之緊實，將當你關咗之後咧，你聽唔到出邊嘅其他聲音嘅。落雨嘅聲音都聽唔到。確實嚟講係呢個門非常之重，非常之厚實。咁呢個大露台我覺得非常之靚，真係可以擺個乒乓波在呢邊打都係 OK 嘅。呢間單位位於29座，即係十里銀灘維港灣比較靠裏邊啲嘅。咁其實你上嚟咧需要揸車4-5分鐘過嚟，真係需要兜個圈啊！佢適合咩群體咧？佢適合如果你自己有車想買一個安靜舒適、對海景需求唔係話非常之大嘅一個觀眾朋友，如果係想買個安靜過嚟呢邊住有個人嘅一個空間，咁呢間單位非常之適合，唔算話高樓層。其實如果係呢個位置嘅一個，其實你高樓層一樣都係望唔到咩景觀。其實揀一個5樓都係 OK， 因為其實半山而建啊嘛。因為5樓呢邊其實都係確實係差唔多係一個7-8樓左右嘅一個景觀因為在山上面嘅呢間單位咁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都知道啦樓下呢邊咧佢係有京橋巴士1個鐘左右可以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到沙灘嘅一個距離。咁我哋依家呢座咧係需要揸車4分鐘到京橋巴士嘅位置啦，再落去70米。即係長沙灣花園嘅呢個沙灘啦，咁其實呢邊嘅一個商業街食肆嘅話，樓下呢邊嘅一個商鋪都已經有全部開晒㗎啦，都知道維港灣樓下呢邊佢係有新鮮超市啦，同埋餐廳便利店嘅，即係所有嘅一個生活設施都有，就係過嚟呢邊其實如果係你點外賣員一樣可以送到呢個位置嘅，都可以到門口可以攞呢邊嘅一個外賣快遞嘅。都係 OK 嘅咁呢間單位總價咧298000，主要嚟講全新吉屋未裝修，完全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風格雖然話係一個中低樓層，不過單價只需要3700蚊。確實嚟講，依家嘅一個樓價越嚟越平，不過咧其實平都有平嘅道理。確實嚟講，呢間單位嘅景觀啦，同埋位置啦，比較爭啲，比較遠啲，一定需要自己有車會方便啲啦。咁今期視頻暫時嘅講解，如果大家後續對於十里銀灘任何房源有疑問或者係有諮詢，都可以再掃描上方二維碼聯繫我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